美麗華旅遊特約，世界真美麗。阿杜你好，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已经很想要来博朗大道这个地方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漂亮，而且這種風景在香港真的很難找得到。咁啊，杜老闆咧就教我哋用另一個方法咧去欣賞呢個咁靚嘅稻田。好，而家就要往去後先。那我會看到什麼的？來，那你有沒有發現整片都是綠綠的啤酒的時候，像不像一個綠色的啤酒海啊？對，是不是？這就是我們常講一句話哈，用不同的角度來看世界，世界會不一樣。對，是。哦，飲住香濃嘅咖啡，望住呢個咁靚嘅稻田景咧，真係零舍有 feel 㗎。咁嚟到台東嘅白朗大道啦，除咗要嚟到呢個地標影相之外啦，當然要去埋呢個白色嘅相框度影相啦。池上呢度咧有幾條路咧非常之出名嘅，其中一條咧就係天堂路。咁金城武之前咧就拍過一個航空公司嘅廣告啦，就喺呢條咁靚嘅大道上面拍㗎啦。咁呢個地下嘅坑渠咧，就話俾大家聽邊一個角度咧就可以影到金城武呢個咁型仔嘅 pose 啦。